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台飞》，我是陈明珍。我俩所采位所去到桃园市的芦竹区哦，我背后那片山峦呢，凊口呢马上来新起一条新的高速公路，国土1号甲线哦。伊迄像了种桃园的作为渔港，兼海嗰片呢，经过一年的太原芦竹。龟山跳到桃园区的市区地北度哦，伊迄一条桃园航空上北片的连外的客货运输的需要一条新起的高速公路啦哈。到民国100年的时间呢，那面航空上的工业计划地北度，但是咧经过40期26里10万的民众呢，一直到今年的8月底，咧翻篇说明书来公开展览成立说明时间，让提讲哈，你两岸不卡来争取来起高速公路哈，因为咧规则长期地北度呢，公民参与係無嘅，韓國長期也有出嚟前台問題吼，故所其實因為講你係無合理嘅，同時咧，其實因為講呢條路並無新起嘅必要性啦嚇，因為呢旁順青島嘅路呢已經做嚟負擔呢一種客貨運輸嘅功能咧嚇，故所其實即係抗議澄清，希望講呢條路冇過嚟起嘅，但是國土工廠可能因為講呢條路有新起嘅必要，亦都係行下完善桃園地區嘅就運輸路面，同時咧都疏解國土2號。你下進入桃園機場嘅種交通運量啦嚇，雙方面目前睇嘅種係意見咧共同嘅起點啦嚇。但係你行業市區地邊度，請交通部嘅代表、韓國地方上民眾、韓國專家學者共同討論呢條路也請嚟關心。開會了！好，现在来到节目录影的现场啊，这其实今天是台湾今年入秋以来最强的一波大陆冷气团，所以是天寒地冻哈。各位乡亲大家好。好，马上为你介绍今天的节目的来宾。第一个呢是交通部国道新建工程局规划组的组长陈宏仁，陈组长你好。主持人、各位来宾、各位乡亲大家好。好。第二位来宾是台湾生态学会的理事长杨国珍，杨教授好。主持人、各位来宾、电视机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好，第三位来宾是桃园在地联盟的田奇峰田专员。主持人、各位乡亲还有观众，大家好。第四位来宾是环境法律人协会的林子琳林律师。主持人、各位乡亲大家好。有乡亲就说到，这是一条叫做穿山甲的高速公路哦。那为什么它叫穿山甲的高速公路呢？是因为它穿过了3座山，是国一甲线，所以有人就戏称它叫穿山甲的高速公路。那目前我们得到的资讯是，开发的规模是在18.1公里哦，从这个靠近海边大园这边的竹围渔港台61线的这个系统交流道呢，一路过来到国道1号这边哦。那原本规划是只有这个部分，那后来呢又加上了从国道1号到桃园区啊，现在桃园区的市区里面这边来，所以总长是18.1公里。那有6处交流道哦，那总经费是455亿元，这么多哦。那其实呢，这一条高速公路呢，在民国100年左右的时候呢，就已经加入所谓的这个桃园机场园区的纲要计划里面，但是乡亲却是到最近才知道啊。那他们就觉得说，那目前航空城其实好像还没有整个启动起来嘛，这个只是为了搭配这个桃园航空城北侧的连外交通的联络道，那真的有必要盖吗？那货运的成长量会这么多吗？还有就是说，有要急着现在就要盖吗？因为这个航空城的目标的完成年度是民国131年嘛，哈，离现在还有15年的时间，有必要现在就要盖这条马路吗？哈，那先请教一下我们的陈组长，就是说，其实你们当时候送国发会的时候。它其实是有说是可以分期分段来进行的，所以目前看得到是这一个路段是会先做的，是一定要做的吗？还是说后面这一段可以不做，或者说是可以晚点来做的呢？这边先做一个说明哦，这个大概行政院在核定我们这个计划的一个可行性研究成果的时候，就有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要考虑到，因为刚主持人有提到，从西边到国道1号这个路段，它是
航空城的一个主要连外道路，所以它有它的一个必要性，有优先辟建的一个必要性哈。所以那东侧这边大概有牵涉到其他中油的一些议题哦，所以要我们来进行这个评估，分期分段来实施的一个可行性。这个我们在建设计划提出来以前会做评估。所以就是说这个的必要性是比较强的。好，当时国发会在103年9月份的时候是认为说，从经济效益和交通需求考量，认为本案是有必要性。可是乡亲却一直都不太清楚这件事情，一直到今年的6月份送2阶环评，8月份环评说明书公开这个陈列说明之后，乡亲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这样的一条高速公路在地方上引起非常大的争议。先跟着新闻镜头去了解一下。不需要这么，不需要，快点点点。你系2016年12月30日，桃园芦竹区、龟山区、桃园区嘅居民上北交通部抗议嘅现场。今年太上很巧好演出行通劇表達訴求，因為中央規劃起國際交線，對太原作為吳江附近嘅台62線開始，經過國土以後接台二線，長要18.2公里。因為部分沿線居民對於其嘅必要性、安全性有疑慮，所以組成刺救會捍衛權益。實施來到路線2.T附近，居民同高速公路還要用高架做連接，一下聽到國際交線可能會對兩經過，拖碳噪音嘅困擾將會更加嚴重。對我們社區來講，已經品質很差了啦。每天都接受這一些聲音了，我們都耳聾了啦。我們已經退到沒有路可以走了，連一個棲身的地方都要徵收了，我們真的受不了了啦！不需要再蓋這一條高速公路了啦，是可以用代替道路來解決，不用再做新的道路。那個新的開闢這個國一甲的道路不需要，因為可以用代替道路可以做的話，省錢又安全。你這條路是做曲曲彎彎的，看起來就好害怕啊，對不對？這條路我們住在這周圍的人都反對徵收做開發道路。居民講嘅替代道路，只有一條2012年底已經廢棄嘅桃林鐵路。本來嘅設計路又係要巡航嘅道路，總共有20米寬闊，寬寬是嚟達到交通運輸嘅功能。只係又有居民認為，既然國際交線嘅規劃係要引進未來桃園航空城可能帶來嘅大量超額同大嘅人口，還有貨物運輸，和航空城計劃攏係忙靠天嘅情況之下，做乜嘅按條件外開路？因為你航空城這邊沒有搞定的話，你沒道理來做這邊的，沒道理來徵收這個地方的。可能開發單位要專業考量同研究，唔過其高速公路涉及整修土地、環境影響、效益嚟到層面，廣納各界意見，修剪出生態工作書，將係政府應該要嘅態度同過渡。這條路它的規劃呢，其實我們剛剛講到是早在民國99年的時候就已經開始進行這種可行性的評估了。那100年的時候納入所謂航空城的這個綱要計劃裡面，那最早也是只有這一段的部分而已。是到了101年的時候，交通部邀集當時候桃園縣政府來協商說，有沒有必要從這裡一直到桃園市的市區裡面來啊？所以是101年的時候才有後面這一節的哦。那因此後面這一節，我們剛剛這個陳署長也講，其實比較重要是前面這一節了。所以後面這一節有沒有必要性新建呢？其實相信也有很多疑慮哈。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條線呢，不管是從前面那一節也好，或者說全線加起來也好，它的重要時程是怎麼樣？好，我們剛剛講到，大概在99年的時候開始進行可行性研究評估了哈。那中間就是有講到說，在這個100年的時候呢，有進行這個綱要計劃，到了2012年的時候來進行延伸到桃園市的可行性，那一直到2015年的2月10號是有工程規劃作業已經陸陸續續出來了。到了今年的6月份呢，環保署決議要提送2階環評，那預計是在12月啊要開始進行這個範疇的界定啊。好，那一直到8月30號的時候呢，環境影響說明書開始陳列閱覽哦，鄉親才知道說，哇，有這麼樣的一條高速公路要蓋到
桃园市里面来了哦。那也就是10月28号呢，还有到10月29号，甚至到11月30号，他们陆陆续续到桃园市议会，还有到交通部去陈情抗议，就是说，怎么会我们家门口要盖大马路了，要盖高速公路，我都不知道呢？而且呢，已经有1144笔地号的这个土地呢，已经由这个交通部的国工局呢发函给什么文化部啦、营建署的这个城乡发展分署啦，甚至是林务局啦、这个桃园市环保局等等，就是说我们这个路线规划这个1100多个地号这些土地有没有什么环境敏感的区域啊？有这个文化遗址的存在等等啊，乡亲就觉得很奇怪啊。已经有1144个地号都出来了，但是我们看到了说明会里面去告诉我们说，没有，这路线都还没有确定哦。那这个虽然是已经要送2阶环评，但是有很多程序还没有完备哦，因此乡亲觉得这是有问题的。那是不是您对这个程序的部分有一些意见和看法？我们居民发现到这一点哈，它这个国一甲线这个计划哈，它本身在98年的时候还。地方政府的简报上面就没有规划这条线，那我们后来在9月底，将近10月初的时候才发现到，怎么突然要来一个什么说明会这样子？那我们很多人都完全都不晓得这个状况。那在我们拜访全部沿线的居民，自救会拜访全部沿线的居民，就已经发现说奇怪，怎么大家都不晓得这什么说明会呢？很多人都完全一无所知啊。那在我们一些自救会联盟去查证的结果之下，原来啊这个所谓的国一甲线，在102年、103年的航空城公展计划里面就出现过了所谓的2高2节，所谓的2高，其中1高就是国一甲线计划。那他这个计划过的时候呢，我们居然发现到说奇怪，他通知办了6场说明会。完全没有包含到我们国一甲线沿线的居民，那这个计划案就这样莫名其妙就通过了。那更扯的一点啊，是居然说在所谓的行政院核复是在103年的11月核复的，奇怪了。那在这个他通过这个航空城计划的时候是在7月29号，103年的7月29号通过的，通过以后。所谓的行政院国发会跟行政院才核复说来做这个国一甲线哦，怎么会先通过再来核复呢？过去桃园县政府那时候还没有升格啊，桃园县政府做一个说明的说帖里面，我们也看到说这个东西呢，它里面也有画了这个地图，但是呢，这里面看不到国一甲线哦。就是说，这其实是大概02年、03年的东西，可是这里面看不到国一甲线。国一甲线在哪里呢？国一甲线在这边，所以它是在蛋黄区的外面，它也不在蛋白区里面。它可以说是一条隐藏版的高速公路吗？我可以先请教一下我们的这个组长说，它是隐藏版的吗？所以你们过去在做航空城公开展览的时候，这条路其实从来没有出现过，它不在蛋黄区里面，它不在。交通部的民航局的蛋黄区里面，也不在当时桃园县政府的蛋白区里面，是隐藏版的高速公路吗？这边它这个是一个航空城特定区里面的一个自由贸易港区1支号路的一个计划道路哈。对。它的一个计划宽度是60公尺，它就是预留，就是说未来国一甲线的一个路廊的一个范围。所以这边已经有。就是这一条。那我想刚刚。那他们说其实都已经有，假设有公展，为什么他们都不知道，都没有通知他们哎？其实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关的规定，要到地方来办理说明会跟公听会。那在可行性研究这个阶段是还没有。那在规划，我刚刚提到就是建设计划核定了以后，我们接下来就是办设计的工作。那在完成设计的时候，我们会有提出来一个所谓的新办事业计划书，这个要报到交通部核定以后，我们会来到现地来定桩，然后去做分割以后，我们才知道。所以最后就是告诉民众说，你们家门前要开一条高速公路，或者说你们家后面的小山不见要盖高速公路，最后就是用告知的。不是，那就是说，我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定桩分割以后，
才会知道说我们这条路到底会经过谁的土地，然后它的使用的面积会多少。那在所以前期的话，因为太不确定，反而是扰民就对了，造成民众不必要的恐慌的心理。所以一般就是说，以我们目前来讲，就是在环评的阶段。那到我刚刚提到的，确定经过谁家的土地，至少其实以目前来讲，大概要3年以后的事情。所以3年以后的事情。好，刚刚我们陈组长讲说，有些部分可能乡亲对于这行政流程不是非常了解，但是律师可能对这个环评法就相当了解了。好，其实我们看到说，在今年的6月29号，环保署决议要提送2阶环评，就说这条国一甲要提送2阶环评。但是注意哦，在去年2015年的7月份，我们其实已经有针对环境评估法的环境影响评估法这个施行细则第19条一款呢进行修改，就是说你要进入2阶环评，其实要有一些前面的必备的程序是要走的。可是我们看得到是去年已经修法完成了，但是今年6月29号要送2阶环评之前，好像还有很多程序是不完备，而且造成很严重的行政瑕疵，是不是？请律师跟我们做说明一下。好，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说，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有这修正通过这个环境影响评估法的施行细则啦。那施行细则里面，它其实也开了另外一条道路，就是说它新增一个东西叫附表2。那附表2里面就是详列了所有应该可以就是直接进入2阶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开发行为。那确实本案在国道1甲的一个情况里面，它算是所谓高速公路的新建。就是新盖了一条高速公路，那它确实可以直接进入所谓的一个环评程序。环保署目前也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它就直接把它送进2阶环评了。但是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居民的一个角度来说，这其实是非常有问题了。没错，进入2阶环评之后，它有公开说明嘛，30天嘛，我陈列在那里公告30天。但是重点是，没有一个居民他会真的每天上环保署公告，有没有看说，我家有没有在里面呢？有没有发生什么事？说真的，没有居民会做这一件事。资讯不对等，就是第一个有问题的地方。因为他没有分别通知嘛，我只是就是可能放在你的一个区公所，但是谁会每天去看区公所的公告？所以对居民来说，他哪时候知道？30天公告完了，开始公开说明会了才知道。这时候对居民来说紧不紧张？超紧张！我不懂法律，我没有环境的一个相关专业背景，我马上进入公开说明会，而且公开说明会召开完之后，开始就像主持人刚才说的，12月底可能就是要做所谓的一个范畴界定会议了。我连在哪里都还不知道，我要怎么来进入所谓的范畴界定会议？这其实是非常有相当大一个问题的。那我们来回归这整个环评法的一个制度的一个目的，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程序的一个正义，给这些居民、给在地的人、给被影响的人一个程序的一个参与权，他总是要去了解到这一件事情。所以其实我们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我们在修法里面19条1项1款里面，其实它有一个规定，就是说委员会啊，你其实也可以先进1阶的。如果今天我们先进1阶，其实对居民来说，我在早一个阶段我就可以知道这件事情了，我现在就不会这么恐慌，因为对居民来说，他现在最怕的是什么？就是接到范畴界定会议的开会通知单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等他接到范畴界定会议的通知单，就是说我们家已经要被划进去了。对，就是我们要开始来进入下一阶段的一个可能是桥墩，可能是路面，可能是什么交流道，对，隧道，然后可能要怎么样的一个经过，可能会是下一阶段的行为了。好，那乡亲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明，或者说对你们权益，你们认为造成什么样影响？请发言好吗？这位大哥。10月28号，我看到《自由时报》的社会版哦，那个陈志明先生，他在那个县议会抗议的时候，我才说，怎么有这条高速公路？我请我们的里长赶快去那个网址查那个陈志明。连里长都不知道啊？连里长都不知道，里长好像开会的时候通知他，他也搞不清楚说这个要通知谁。我们交通部的人也没有请里长说你要跟所有的里面去通知，都没有。我们忽然间一觉醒来，我的房子会被拆，我的土地会被征收。你想一想，情何以堪？我在这里世居了快要60-70年，我祖先住了100多年，是不是？我们的交通部、我们的政府应该告知我们的居民有这个义务吗？一定有嘛，我们有居住权。可是刚刚组长讲说，如果太前期还在可行性研究评估的时候，就告诉你们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心理，所以他觉得说现在都还没有确定，他没有通知你，其实是为了你好。
好，那个10月4号、10月5号哈，哦，我们还有11月5号，总共3场说明会，他已经举办过，我们的居民都不知道为什么是用偷渡的或是黑箱作业要包裹这个一街环饼过吗？前期你都不知道，是后来是看报纸才知道，而且连里长都不知道，是你打电话给里长，里长才知道的。对，是。好，所以你现在担心你们家可能会被征收，是你的田地、你的祖产都会不见。对。好，谢谢这位大哥。是。还有哪一位乡亲？我看后面有一位大哥。第一个根本就是空中楼阁，对于航空城的建筑没有实际的交通的需求。请问你3年以后，台北航空城有多少的客货运量在增加？这高速公路没有办法达成这个运输量的时候，才开辟这条道路，究竟量在哪里？有没有实际的数据？多少吨、多少辆，需要多少车辆经过这个地方到航空中去？好，那第二点呢？没有目标，没有目标，空中楼阁。第二个，破坏整个的都市的景观。我所知道的，世界上任何的伟大的城市的建设规划，都有一个根本性的蓝图。好，那北北以工程人员这个前辈的身份提出了一些他的一些想法跟看法哦，那非常值得我们去倾听。好，这位大哥，我有6个小孩子，还有2个父母，都是90岁了。讲实在话，你今天跟我征收以后，我听到以后，我晚上都睡不着觉。我有看到那个路线是全部都经过，我总共有差不多1000坪，差不多的4/5全部都征收。你说您是在哪个路段？是在那个6福路营盘里那边。哦，营盘里那边，所以比较靠近国一甲。对，国一这边。那我只有1000坪的土地，1000坪的土地，其中有差不多800坪征收。这么好的环境来盖一条高速公路，你土地1坪人家23万要跟我买去建别墅，我也没有，我不愿意卖，我自己都是住这种我4居的房子，在那边整修。谢谢这位大哥，好看还有这位大姐是不是？我们爸爸妈妈残障已经80几，快要90岁了。爸爸也是86岁，他们都烦恼都不能睡觉。我们都以那个稻米种菜这样生活啊！你们要打乱了我们的生活，来做一条弯弯曲曲的道路，我们很不同意，很不喜欢。耗费国家的资源，浪费资源。为什么台林铁路这么直，不去利用？它双面的旁边都违建可以拆啊！这位大姐情绪上有点激动，因为确实对她来讲，要怎么样安顿这一家老小是非常现实，而且马上可能就要面临的问题，这不是好像是不关痛痒的事情。好，还有这位大哥，国一甲线，伊的终点跟伊的路线规划真的非常的不适当。你觉得不适当？终点伫这个五岔路口，本来现在就很拥塞。就交通就已经打结，那他又把这个终点拉到这个地方来，那这个地方这个交通怎么负荷得了？负荷不了。还有一个路线就是桃园高中，那一个桃园高中环境那么好，你高架快速路从那边过，你看那边的这个学习环境，你说会不会破坏？而且根本都不需要这个国一甲线。征地拆房子，被拆的人没房子住都不知道。你说这什么叫里面来参加？他要拆他都不知道。谢谢各位。好，谢谢这位里长，他用在地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说，其实这条全长18.1公里的国一甲线，它的桃园区这个市区的端点呢，其实是个人口拥塞的区域哦。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桃园在地联盟田专员，就是说你们怎么看这样一个路线规划呢？其实刚刚也提到说，其实桃园铁路很好用啊，也是交通部这个台铁局的啊，对不对哈？那你看还要绕过这个中油炼油厂，弯弯曲曲的一条路啊。那其实这边端点区呢，
又是一个人口密集区，那你们是怎么样来看说这条路线的规划和它的必要性？这个问题，连我们在地团体都没有注意到，这反映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反映我们的交通部在新办事业计划，他在做可行性评估啦，所谓其实都没有很透明我也可以顺便问一下我们这个交通部的官员那在100年前的这些可行性的报告，现在也过了，是不是愿意提供给我们这些乡亲来研究呢？对不对？你说过去的时候没有让各位乡亲知道，那现在可不可以让乡亲知道呢？我相信政府的透明的决策是最基本就算2个点中间还没有决定路线，还是你既然宣称这个道路可以造就我们桃园地区、龟山地区，甚至我们芦竹地区这么多的交通便利，应该提早就要来公告，让大家来了解啊。对不对？现在就应该把过去的可行性的报告全部公开给大家。刚才交通部的官员有提到这个国一甲是为了航空城的这个货运的部分，北侧的这个货运的部分，对啊，他们其实在我们的航空城计划里面一直看到的就是他们的预期都是过高，它是每年平均是5.9%，那实际是多少？实际是3.4%左右。所以我们都一直很质疑，货运量也许没有这么大，本来我想我们的官员可以一起来看一下，本来就是在想，所以是往台北港去。对，一个部分我想第一个部分是所有的货运都可以继续走61啦，台61啦。第二个部分其实是针对108县道108来做拓宽。来做拓宽，这是物流的规划。对，所以在100年前，在98年，航空城才一样要做第3跑道，才征收1000多公顷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也没有国一甲，那时候就是108年道路的拓宽。我现在如果问那个县道108就是我们芦竹的30路的乡亲，他们说对啊，我们听说要做拓宽，所以我们的房子盖都有退缩，可是现在又没有这个案子了变成要国一甲了，所以我想。政府当初在可行性评估就没有透明，让这些乡亲来了解了。好，如果交通部可以内部去做协调的话，是不是我们就用这条桃林铁路就好了呢？而不要这样子弯弯曲曲的到这个丘陵地上面去，又还要绕过这中油的炼油厂这样的大转弯过来。事实上，让乡亲都觉得说，你看看还要穿过3座山嘛，我刚才讲说穿3甲啊，好，穿过了59桶山，穿过了羊稠山，穿过了虎头山，其中隧道段就5.1公里哦，那还有民隧道的部分哦，所以就等于说又要穿山越岭，又要打山洞哦。那这边的地质呢，其实是在这交通部发函给这地调所去发现说，这边其实是这个有土石崩落、山崩地滑的地质敏感区域哦，所以等于说在这里来盖高速公路好像不是那么样适宜哦。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那个姚老师，就是说，那这个林地其实它的意义在整个北台湾来讲，或者是北桃一个大的都会圈里面来讲，它的意义在哪里？那它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如果它被保留下来的话，或者说它被破坏的话，又有什么样的冲击？我们看一下这个整个桃园台地已经是个开发区啊，整个开发区。这个上面的林口台地也都一个整个开发区。现在目前能够容纳自然，这边特别要强调我们人要生活一定要靠自然有人在开玩笑说，地球可以没有人类，人类不能没有地球没有这个自然，这个自然的运作。现在目前在我们人类的这样密集的开发情况下，就只剩下这个由这个林口台地到这个桃园台地中间这个非常陡峭的这样一个地形，而且这边有好几片是林务局的保安林。对，不管是林口台地也好，我们桃园台这个都是一个堆积的鹅卵石的一个地形，所以它会是山崩地滑的地质敏感区。对，所以这个边坡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不能本身的地层就不是很坚固的，所以这个在未来整个环境的变动或运作的话，就会很麻烦。这个政治呢，我看我们的环评书里面有关地形跟地质，就有提到这个是林口台地跟桃园台地这个中间的这个边坡，而且就说这个林口的这个地层跟这桃园的地层。就提到这样子而已，连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地形到底
18公里你要开要花那么多钱到底那地形是怎么样的状况跟这里面的地质详细的，就是1公里1公里把它弄清楚，不用花很多时间，也不用花很多钱。但是好像我们的环评报告书里面连这个都没有。好，连这个都没有。我想请问一下陈组长，我们要盖这么多隧道，有去做地质钻探吗？这个议题根据我们目前的一个调查的一个资料大概沿线上有5处是经过去年地调所它公布的一个山崩地滑的一个地区。那我们评估去检视的结果，大概有3处我们是用隧道跟桥梁来通过，不会去改变它原来的地貌地形。那另外2处的话是属于局部的那种岩屑的一个滑落。那这个部分按照目前的一个边坡的一个保护的话，是可以维持它的稳定性。那当然，这个评估的结果到最后我们会拿到环评报告，是由相关的专家来做审查，确认以后才会据以来执行。目前我们地质方面是这个样子。好，那其实关于这条路呢，还有很多这疑点啊，包括说要绕这么一大圈，经过桃园炼油厂。那其实经济部有讲说，这个风险评估你们交通部要告诉我啊，你这样子经过，而且下面还有油管啊，这油管跟这个隧道距离只有多少公尺而已，不是公里，而是只有几公尺而已哦。事实上，在安全的风险上面是很大，可是目前好像都还没有看到比较具体的数据出来，因此相信有很多的疑虑。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以后继续来讨论。中央村民 TV 节目现场听我讲到了国土1号甲线啦佢经过三草山、五洲通山、边杨树山、边虎头山，古所以讲了全三甲，穿过三草山嘅一条台1甲线啦佢也经过了所谓嘅要山边要铁挖嗰種鐵質嘅敏感區，同時佢也經過了中油嘅煉油廠所以佢安全嘅風險嘅係非常嘅高嘅都在了現場嘅情況係樣板起。沿線嘅民眾對樣嘢疑負，要物解呢？先聽聽新聞鏡頭去了解一下。對高階所在向下擺看得到這片山將可能本應規劃做國際級線嘅防空路段。根據國公局嘅計劃，從18.2公里嘅國際級線。防空嘅部分有5.2公里，從環保人士看來，防空係破壞生態嘅工廠。大隧道它影響的層面非常廣，因為我們知道地底下有一些動植物的生長，那如果沒有這些動植物的話，上面的地表上面的昆蟲或者是兩棲類都會影響到它的上面那個生態結構，因為原始林的話，它是生物多樣性。那有這樣生物多樣性的狀況，它會豐富這一個地區的生態。有的時候呢，甚至是會發展出無可取代的一些動植物。除了對防空影響環境嘅疑慮之外，還還有居民受理。國際級線經過鐵挖體質敏感區同地下水管制區兩條環境敏感區。可能會造成生命財產的損害。這條路線呢，我看到那個圖面的規劃，經過很多地方淺層的那個潛水，還有呢那個淺層潛水哦，只要我們重機械過去，它會把那個土壤的那個毛細孔會破壞。你一破壞了，它淺層毛水就會再往上面一層。那個排不出來，會壓過去的土會變成吸水分很多，會變成土石流。雖然台灣嘅土路工程技術有一定嘅水準，不過太自然嘅變數，有時節直接當難預測同掌握。在追求偏理性嘅同時，安全、環境保護也必須好好來評估。新闻影片里面点出几个正好高速公路如果要新建的话，在安全或者在生态上面的风险的系数跟危机了那我想请现在现场乡亲告诉我们，您实际的观察还有哪些点是您觉得很忧虑的，请告诉我们。这位大哥。
而且这条路生态哦，我们这个山上的生态哦，有那个台北赤蛙哦，还有很多鸟类、蝴蝶，还有动植物的很多，影响我们生态。第二点就是就空气哦，就空气品质哦会增加浮尘，那个车子从这边经过的话，都是一些浮尘，对人体的身体健康哦，实在是很糟糕了。好，所以您觉得说会对这些生态造成一些冲击影响，而且是就像刚刚老师讲的是北台湾，也许台北、新北、桃园一个大的都会区，很重要的最后一个像结义的一个方舟一样的绿地，应该被保留下来。好，谢谢这位大哥，还有这位。生态系是需要一个很广大的气力来养护的。一个高速公路从正中间穿过去基本上这种直线型的公共建设会创造很多栖地的边缘，也就让栖地变破碎化。因为很多虫鱼鸟兽它并不喜欢跟人类住得太近。如果说你这个森林边缘的部分的话，那些虫鱼鸟是不会过去的。那我们人类啊，如果说只要站在高速公路旁边，只要站个30秒，你大概就知道这种空气污染跟噪音，你也不能久待。那虫鱼鸟兽更不用说。那以前这个森林很大片的时候啊，那些虫鱼鸟兽住在森林的中间，它过得很开心，我们也常见得到它们。你现在森林从中间这样直接切过去把这个栖地直接破碎化之后啊，它们已经没有没有这个所谓森林的中心可以待了，它们就会跑掉。原本的生态系啊，整个金字塔中全部崩解掉，所以这对整个生态系破坏是非常大的。而且北桃园大概就只剩这几座山了。而且这边在环评书里面是讲说有特稀有的这种台湾三角蜂，还有这个严重濒临绝种的尼泊尔古金草等等，其实都是相当真稀有的一些保育类动物。好，谢谢这位大哥。我想请教杨老师，就是说，目前看起来这一片的林地，它的珍贵的价值好像没有在环评书里面特别的显现出来。其实物种只是其中之一，最重要是这样整片的一个什么？这个生态环境，它是一个我们地球提供我们人类可以生存的一个最基本的运作我就讲一个我所经历过蛮压抑的事情台大校园里面有一个植物叫流苏。校门口很近。那个会开白白的花。对。春天来开白色花的，全部白的，像下水一样的。那之后就说这种植物呢，是日据时代从我们桃园这边移到校园里面去种的，野外已经灭绝了。后来还在什么？我们这个桃园台地的边缘，林口台地的边缘，这个区域里面所以它是严重濒危的台湾流苏的这个故乡。对，那进到我们的调查里面是有这种植物的存在。那这种植物呢？我们要说的是说，不是这种植物，也是说，在一个冰河期的情况下，温带的很多植物迁到台湾来。现在目前我们全球在什么？在暖化的情况下，这个物种绝移在这里。那有很多非常多这样的物种，它组成了一个什么？一个非常独特的什么？的一个生态系的运作。那这一些其实以我们目前台湾过去，我们对这样一个自然，对我们的环境都一直不是很在乎。我们一直什么？只在开花，只在赚钱，只要经济发展而已像这一些才是真正的，像刚刚我们讲的这一些有很多的稀有的东西。在这边组成一个非常复杂的生态系，这是我们真的是保命，或者是我们能够生存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一个基地，不应该再破坏。所以我觉得应该要有替代方案，不应该再来破坏这么敏感的一个区域。应该要有替代方案。好，那我想问一下这个陈组长说，大家一直提到说这个桃林铁路啊，有没有可能这是一个替代路线呢？这个我做几点说明。第一个就是说，我们桃林铁路在比较西侧这个地方是比较偏离我们那个航空城的一个范围。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你说这个比较偏离我们的这个航空城。第二个就是桃林铁路现况大概是8到10公尺，那它两侧大概房子是蛮多的。对，所以都是居民说好像很多都是违章建筑，事实上是可以拆除的。那我们的一个道路的一个宽度大概需要20几公尺，所以势必会有一个大量房屋的一个拆迁。那另外就是从这边，可是如果拆迁是违章建筑，它是顺便把这个问题都一并解决了呢？那个拆迁量比我们远超过我们目前的这个路线。那另外也可以看得到，你在这么建屋密集的地方，你是没有区位去可以来设置交流道。所以你们沿线还有6个交流道嘛？对。1、2、3、4、5、6，所以还有6个交流道。所以如果是走桃林铁路的话，找不到地方可以盖交流道。好，
我想请问一下田专员，就说，目前桃林铁路他说这边其实是人口密集区，没有交流道可以设，所以更不可能往这边来做了哦。那这个油槽在这边比较是密集，所以好像把路开在这边更靠近油槽，感觉也不是更安全哦。那可是又回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条路它的必要性到底在哪里？我们刚才讲说，你这个货运的这些东西是生产的材料进来之后，这里并没有生产基地啊，是人口密集区啊，所以这就是您怎么样看这样一条路的规划？我们这国一甲的必要性，刚才说了，不管是货运量，其实我们实际上才3.4，并没有预期的5.9这么高。啊，周边的这个民众哈，这个究竟有多少住户哈？我刚才还是强调，我们的航空城附近哈，大概人口发展率才60几%，才60几%。所以既有的都市计划，包括我们的大竹都市计划，包括说我们的南崁都市计划、客货园区都市计划，就已经够吸纳这些人口了，就已经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去。走它的车流疏解这些客运的这些车流了再加上我们现在有机场的捷运这个本身也是疏解客运的这个压力的。那在这么多的不是大家都要开小客车或是这个客运的状况底下，为什么一定要开国一甲？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质疑。环评委员刘希平刘委员就说，国道1号甲线的等级位阶很高，但是东西向快速道路台62线、台64线、台66线都有连接到国道1号还有国道3号的这个部分那然而国道1号甲线只有从竹围渔港进入到台1线。仿佛连快速道路的位阶都不如哦。那如果是目前直接进入讨论的话，那以后就变成国道1号的乙线、国道1号的丙线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办理的话，他认为这样对交通的冲击反而更大。那其实这是环评委员的意见，我不知道说陈组长，你们听完这个刘希平刘老师的意见之后，你们是怎么样回应？就是说，其实这条路。它周边的路网，其实现有的路网其实已经可以做一定程度的疏运。如果说货运的成长量不如预期的话，事实上这条路的必要性，相信还是觉得说可以再讨论。最早就提到，就是提供我们航空城北侧这边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连外道路那另外，它也是我们桃园国际机场第2条的一个进出的一个交通孔道。因为我们目前大概都是经由国道2号嘛，那未来国一甲也可以来进出桃园机场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这条路就是可以疏解到那个国道2号的一部分的一个交通，另外也可以疏解目前大概台4线尖峰时间都会拥塞的问题。那同时我们这个路段会把台61线跟国道1号把它连接起来，串联起来。构成一个大桃园地区的一个高快速公路网，这个可以发挥它一个路网的一个功能。所以交通部当初的评估就是有它的一个必要性，才会纳到那个100年就是园区的一个纲要计划里面去来办理。居民就认为说，其实在这一个部分呢，沟通和说明呢是到非常非常的后期，而且呢，他们也觉得说没有错，进入2阶环评之后要有这个30天内要办这些说明会，可是看到这个说明会是3天之内连赶了5场，其中是上午1场、下午1场、上午1场、下午1场是连着4号、5号2天来办。他们居民就觉得说这样子办，我根本来不及消化你讲的是什么东西，我如果有意见要提出，根本也来不及凝聚共识，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有沟没有通，这样说明的诚意似乎是有问号。先来看新闻影片。桃园区3年2个居民最近大家见到讨论界，就係關於高線嘅路線，到底敢會對立片經過，家人敢會本人接受？因為辛苦太省人嘅心血，是為咗有一個家風善意、無仇無理嘅批評講。不過幾個月前，呢度關於高線嘅計劃，有人已經實在唔得。這正經啦，要搬走這樓尾要帶帶去，無通做啊！甲我講大佬要做來遮，我煩惱甲攏袂困，你敢知？我偌煩惱，你敢知？攏袂困，你敢知？我心血用偌濟落去起一間厝，你敢知？哎，敢無量早甲恁講，因為咱阮老佬唔知啊，甲最近才知啊，知落迄陣我就
知影我就足烦恼啊，暗时拢袂困。理解老人家经过本人进修，未来嘅生活唔只有营养价值，各种心情，外人可能当难体会。就像了位杨阿伯，佢也係最近將指導世界嘅土地，本人放入進修範圍之內。收起就是上好是賣啊，上好啊。收起人家大家做田都无通啊种做啊。我们在那边有一栋房子，就是在计划内的，航空城计划内的，那么他要征收，对不对？当然不确定。那现在又征收这个地方，那没道理啦。我这个地方就这么一点，你给我搞掉就没有啦。先莫講起路嘅必要性，昌泰公共工程涉及私人土地徵收，充分交通協調，相信係化解無強權意見嘅先好方法。自嘅開發單位同地方小開過5場說明會了後，居民還係要按道而理。未來愛各種交通嘅事，可能愛多用到心，同時企圖居民嘅立場去思考。新闻影片里面看到很多的长辈啊，他们是大家聚在那边讨论，其实很多人都同样的心情，怎么突然一夕之间，我们家就变成要盖高速公路了哈？我想请教一下律师，这是在跑流程吗？还是说其实是我们是很积极的态度？很认真的跟民众沟通，所以上午一场，下午一场，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是这样吗？其实从交通部，其实从比如桃园航空城的说明会，他其实一直都喜欢的就是上午一场，下午一场，上午一场，下午一场，然后甚至不同地点我都开这样子。我个人就一个律师的身份，我觉得这对居民确实是非常不利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好了，我说今天我在桃园区这边，我可能有一块地，我可能另外一个地方我也有，我两边的议题可能是要讨论的东西都不一样的。你今天叫我跑这里跑那里，对居民的一个负担确实是太大的。说真的，说明会是为了什么？就给他们程序参与权啊。那如果今天就说真的就没有人来，或者是我根本来不及消化，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一本还说书1个月内居民要了解，说真的超难。我们律师本身都要跟环团来做合作，然后来开 N 次的会议，我们才有办法讨论，就说你们这案子可能哪里有问题。而且里面涉及很多各种不同的相关的专业，比如说环境专业、卫生专业，对，有历史遗文化专业址啦，这什么物理环境啦，或者大气啊、噪音啊、污染啊、水利工程啊等等等等。所以陈组长，一场10个人的说明会，你们也接受？这个我们当然不是很满意啊，但是后续通知这个方面，可是我们刚刚也有2位里长说，他都没有被通知到呢，连最基层的里长都没有通知到。那你说你要开说明会，你们自己又不满意这个成果，不是自相矛盾吗？我想我们这个是按照环评法它的一个相关规定，有一个通知的方式，我们有刊登新闻纸，然后有通知到市政府、区公所、里办公处，都有请麻烦他们来做张贴的一个动作。请继续。为了读这本书，我已经2个多月没有去上班上工了。为了读这本730页的还说书，那以我一个民众在9月底，将近10月初才知道，突然之间你叫我去听那个说明会，我们里上都还，甚至于我在10月4号晚上去看我的里办公室的公告，也没有看到任何公告啊，我都还有照片为证。所以说你要让我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本书啊。那你要叫一般的居民怎么有办法清楚知道说这个路线从哪里走呢？而且呢，这个路廊左右500公尺，影响到有多少的人呢？那政府的公共政策不应该是这么的草率吧？还有哪位乡亲觉得说，在沟通方面您觉得不足的？对国一甲这件事情，一直是到9月底的时候我才被告知说，突然间知道说要做一条高速公路从我家前面经过，我的工厂和住家都是在那边，然后。经过我事后去了解，刚主持人讲的那11场说明会10个人，其实是3场加起来之后，总共的人数是10个人不到，不是1场10个人。像你怎么知道？你有去现场吗？因为那个国工局在他的那个网站上面，他有公告，就是说会议记录里面，像海口社就1个人签到。哦，海口社区就1个人签到。然后那个在芦竹的话也是1个人签到。哦，1个人签到。然后那3年里的部分的话是6个人。因为看他的照片和他们的记录里面出来的结果，他们的工作人员比实际上到达的现场的民众还要多得多。好，谢谢这大哥。我问一下律师哦，就是说其实不管说明会、
公听会，或者是公开展览，或者是听证会，各在法律上有不同位阶、不同的效率。那哪一种才是对居民权益保障比较多的？又是行政程序里面合法，但是是必要的？您可以提出一个建议吗？让居民如果将来再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他可以具体的提出他们的想法。在这个部分应该可以分成，就是比如说公开说明会，然后公听会跟所谓听证程序的一个部分。那就我们所知道的航空城，它其实就是办了一个听证的一个程序。那我们姑且不论航空城那个听证办得好不好，所以它有没有效果，这我们先不要讲。但是听证其实是最可以保障就是居民的一个权益的，因为当今天我们讲的每一句话，行政机关在做成行政处分的时候，它都必须要回应你。他都必须要回应你，跟你说为什么你的意见我不采，我的理由是什么。如果他程序不完备的话，他这整个程序是一个违法的一个情况。那公听会跟公开说明会比较像，就是主管机关就是我说给大家听，我告诉大家，我讲你听就对了。那公听会当然就是大家也可以陈述意见，只是那个意见它并没有拘束行政机关的一个效果。OK， 好，那相信也可能比较了解到说，公开说明会跟听证会跟这个公听会三者之间，它在法律上的效率、拘束力有什么差别啊？那如果将来还有机会再进行面对面沟通的时候，如果你们要提出你们的诉求的话，可能比较清楚这三者之间的差异在哪里。好，那还有没有乡亲有意见的？好，这位大哥。如果我將來輸咧個桃園航空城嘅計劃過嗰度查嘅嗰年嘅行路，結果呢我看也會篩查冇，就係上下班站會篩查，其他時間都唔會篩查。不過今年政府官員將來一樣做航空都佢有得用佢飛機最少嘅，有得用財最少嘅，特別講安全呢，佢就當到土地好嚟計劃嚟做，因為桃園市按多地方按多人口對啊，所以嘛將幾多人拖到桃園市嚟。他還設到強下，所以我係講，今年政府做下頭，相當的用心嚟想。好，謝謝。還有哪位鄉親對於我們今天這場討論還有意見要提出的？貨運當然是要連接到北高的高速公路才對，所以接到國一甲接到國一線之後，其實就應該停止了，因為它要往北送或往南送了，它不應該進入。桃園市區，或是進到龜山市區，那我在猜想，是不是有可能未來想要接到國三道路？但我不確定。那如果不是的話，如果貨運要直接送到就是桃園市區，那也只有走龜山工業區跟華雅工業園區。那這個地方已經非常多，就是交通已經非常的堵塞了。如果再由貨運這些東西，貨運這些車輛進入的話，是不是造成居民更大的困擾？好，我想請教一下律師，就是說，他們可以循哪些合法途徑去爭取他們的發言的機會，為自己的這些家鄉提出最好的建議？因为现在已經進入了所謂一個二階環評，那二階環評之後也會召開相關的一個會議。那只要其實你就是鄰近地區的人，你應該都是算是一個厲害的一個關係人，在一個環保署他開了一個相關會議裡面，他其實都應該是可以做一個列席的一個發言的。比如說我們新北市有一個淡海2期，它是一個全區的一個徵收的一個情況。好，它那個情況裡面，環評委員會就特別要求，就是說你必須要去評估徵收之後對這些居民的影響是什麼。你一般徵收後，你給他補償費，他有沒有辦法繼續在另外一個地方生活？看來這個案子是要採一般徵收嘛，哈，是就等於說拿了錢走人就對了，沒有安置這回事。是，沒有安置，也沒有配地。對，因為所謂的一般徵收就是我就是給你錢，然後買斷這塊土地。那可以議價嗎？那徵收補償費其實都是相當的一個低的。那其實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通常會認為，就是一般徵收對於居民並不是一個權利保障很完整的，因為它沒有任何的安置計劃。OK， 好，那我想今天因為這個規劃組算是這個幕僚單位，他也許沒辦法在現場做政策上面一些什麼樣的承諾，但是他的這個立場的說明呢，讓很多現場的鄉親知道說，目前交通部國工局這邊他的態度是怎麼樣啊？那鄉親可以在這場討論會之後，回去再繼續你們的這個想法。那也許下次有機會在面對面溝通，甚至到環評、到環保署這個
这些场合去的时候，可以列席说明你们的意见。到时候不管是提出建议也好，或者是什么样想法也好，可以有更具体的陈述，让这些专家委员也好，能够更清楚了解我们桃园在地乡亲对这条国一甲线看法是什么，到底要盖还是不要盖？如果你一定要盖，势必要有牺牲，那请问你有没有替代方案？如果就是没有替代方案，穷尽一切办法都没有办法的时候，你要盖，恐怕大家也比较心服口服。好，那这就是今天的村民大会，感谢大家参加，送他感恩之 C， 谢谢。